鏡頭轉來看過來，台北車頭昨暗頭啊，有一個食酒醉查甫人佇咧大廳喊甲大細聲，這台鐵員工去考勸，煞閣受到攻擊，因為警方嘛隨到場來逮捕這個查甫人。台鐵員工於站區執行鐵路業務時，勸導民眾勿於站內騷擾其他旅客，為被勸導者情緒激動不聽制止，並與台鐵人員發生肢體衝突，警方立即依涉嫌鐵路法第68條之4，以強暴之方法妨害鐵路從業人員執行鐵路業務，現行犯逮捕。對畫面當中，咱會當看到這個查甫人食酒醉，佇咧大廳惹代志，唔聽代替員工的考勸，甚至是甲人請到某人的面。兩個人是佇咧塗骹悠悠樂樂，有邊的民眾趕緊來甲兩個人隔開。警方嘛是趕到現場，依照涉犯鐵路法的現行法來逮捕這個查甫人，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。